哦，声音嘛是有出去吼。copy。哦，音乐给它停落来。1655年6月28号，礼拜一，天气像以前遐尔热哦。下晡对西方吹来凉风。上午，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开会，决定了一寡事项，详情请参阅决议录。今仔日，长官阁下伫佛罗摩萨议会所有议员拢在场的情况之下，召集一般的新仔人头家以及上主要的一寡生意人来下面讨论，有啥物方法会当互处理台湾的即个贸易。Excuse me， 会当交易起来啦吼，生意无好嘛，看要安怎个生意会当个交易，规个起草会较好吼。嘛要讨论是毋是应该爱派一只荷兰船来载货去归人，比如讲胡椒、盐、镲、苏木甲其他货物，再去遐来交易。用即个方法，是毋是会当吸引福州的人，或者是沙城的人来遐和公司交易？沙城是啥物所在？苏瓦地啊，吼，原文是苏瓦地啊。阮为着要开拓即个新的工作。打算以比处理台湾小可较低的价数来卖迄寡货物吼，用来刺激迄边贸易的增长。应该是指贵人遐啦吼。借此方法来处理大量的黄金。对此，上水迄寡头家甲生意人拢异口同声来回答讲。以目前这个状况，因为塔坦人甲国姓爷中间的战争，以目前这种状况，伫上最初的这个3个月中，将会完全无交易，或者是非常少的交易，因为所有的道路拢被封起来了。像这10多年来的经常已经袂搁再出现了。货物也拢因为安尼完全再袂入去内陆去，因为着要正式确认此事，又搁讲，一直到旧年，新仔生意人还阁会当对安海、漳州以及附近的城市，再阁将因的货物甲商品自由来伫塔坦人控制下的地区来往通行。完全无干扰阻碍，但是现在完全倒变了就是即个万恶的罪人陈成功，即我讲的因所有的货物拢被塔坦人来犒劳，被以即个真低的价数来提走，即个情形已经有连续约了10个月到11个月。而且塔坦人已经不准国姓爷伊的辖区内的任何的生意人去因的所在，拢甲因赶转去因的所在去了。理由是塔坦人把国姓爷提出真侪公正又阁极好的条件，劝国姓爷爱归顺塔坦人，但是被国姓爷来拒绝，而且国姓爷阁日常以真大的武力来为难来挑战甲塔坦人革命的人，因此呢，因底下听到真侪投诉真侪投诉讲，
又搁看到国姓爷藐视并且拒绝因所提出的这个文统，完全无尊重伊善意的规劝甲提议。所以呢，发大生气啦吼，下令对国姓爷发动激烈的战争，并且头一遍将伊的老爸归入去真严峻的监牢里。伊以早伫塔坦人的地区里拢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三道敏现在无论任何人拢袂当去探访伊，这应该是你讲因老爸吼，陈志良袂当去探访陈志良，或者是和伊交谈。塔坦的军队吼，听讲约略已经来到福州甲漳州的半路上。已经伫半路啊啦吼，要来拍即个国姓爷吼。伫遐军队愈自愈多吼，现在估计有2万的即个骑兵。骑兵是啊，我查一下即字要安怎读。骑甲骑吼，骑兵骑应该是袂讲骑兵，骑是白话词啦吼，白话音啦吼。查一下大理大书店。大理大书店收的叫做鱼吼，将囡仔看伫即个肩胛头举得行，叫做鱼吼。哟，即种讲法咯，鱼去佚佗吼。另外是骑吼，我咧查看有啥物骑兵即种，有收伊飘的音是读做骑兵吼，就是拄只甘字典的骑啦吼，伊个音吼，骑兵、骑军、骑队吼，文言词叫骑虎之势吼，骑虎势难下吼。起哄是啥呢？骑凤啦，骑凤张我骑凤吼，两张文书线接的所在写离注明讲切断吼，叫做起哄，这文言词吼。其他拢是白话词啊吼，骑双头马就是骑墙派吼，骑双头马，地道好着吼，骑铃。骑人即种真正是骑着龙嘛吼。第二个是用将木或者是厝起伫咧山顶，叫做起伫咧这山岭的顶头，叫做骑铃吼。其他的我不爱念啊。所以现在估计有2万的骑兵，4-5万的步兵吼。就是讲即个大清啦吼。即个卢金吼，算金嘛吼，金卢金人啦吼，于是即只是讲写塔坦吼。因此咧，安海甲附近其他所在诶生意人，拢已经逃往各处去咯。因此交易已经完全停止状态。生意人就算有黄金，嘛毋敢摕出来交易任何诶货物，因会甲黄金藏起来，听候局势演变。看即个悲剧如何来结束，看双方是谁会当随胜随败，再过来讲吼。
国姓爷呢，因为担心讲拍袂过即个塔坦的军队，已经将安海甲其他地方的几啊城堡完全拢拆做平地，因为伊认为讲，若是伊带领伊的士兵踮遐固守，将无法度来抵挡即个塔坦人的军力。此事带予迄寡生理人极大的即个惊吓。根据流传的谣言讲，伫1个月内，双方会发生一场大战。吼，哇！明仔载我即只变遮冷，愈来愈冷啊！吼，冬天要到，国姓爷也已经挑选伊辖区内所有的篷船内底有适应的船。去将伊的一寡士兵载来遮集合做伙，因为伊烦恼讲，塔坦人毋来对陆上来攻击，也会对水上来攻击。也有人讲，塔坦人迄边有一个海贼，名叫做苏利苏拉克伊个原文，伊伫咧澳门甲南澳中间的迄角位啊，拥有大队的战士，有陆军嘛有海军。伊的篷船估计超过150只，其中大部分是作战用的篷船。因此，国姓爷若必须要准备伫咧陆上对抗塔坦人，也必须要准备伫咧水上和即个即个苏利啦，Zolak 来即个相战。所以呢，伊将会相当的无用，也将会相当的困难。上述迄寡头家甲生意人要求甲因讲，公司载来迄寡护照、茶、盐、树木甲其他的商品，爱减到什么价钱来卖，以便因每一个人拢得以将此事来甲因的主人讲，也要求甲因讲，公司愿以什么款的价钱来支付24卡拉的黄金？对此，阮回答因讲，若有人愿意一道签约来买3-4千担的护照，伫3个月内一定要来摕好，并且以黄金来付款，安尼阮将会减到即个算价钱会当抬到每一担13里尔。若是买量搁较大，搁会当搁抬一寡价钱吼。若无，通常价钱就是13里尔。盐嘛相像，若是一道签约买300-400担的数量，情形嘛相像吼。毋过，阮也将会尽可能来和生意人签订较少数量的即个交易，但是拢必须要用黄金来付款。而黄金呢，将来阮要支付的价钱是24卡拉黄金10两，将会支付125两的金元，减1卡拉就以减支付5两的金元来计算。一直到现在是支付120两元，减付5两。阮安尼来提高黄金的价钱，是要借此互贸易会当活络起来吼。互阮的商品会当销售出去，而且也希望借此来得到大量的黄金来供应 Coromandel 的需求。Coromandel 应该是一个地名啦吼。上述迄寡头家甲生意人希望买少量的茶，要求甲因讲价钱，阮就甲因讲每一担50里尔即个价钱。对因的目睭看会出来，就是对因的眼神啊，就看会出来讲伤贵啊！吼，这个价钱对因来讲伤贵，因此提出理据，然后命令因提出理据啦吼，然后互因来开价吼，就像伫咧日本通常的做法是安尼吼，但是不得加过这个40里尔，因本来开50里尔吼，要当加比40里尔较加，而且。卖方就是要买迄一方啦吼，必须爱伫咧4个月内来领取所有的舍，并且按照现在讲好的价钱，用黄金确实来付款。若是买方违约，
上水迄寡社将会搁再出卖，若是价数比第一岛的价数较低，安尼第一岛的即个卖方必须要补偿不足的部分。为此，卖方必须要提出2名够资格的保证人，就是讲对方头一道即个签约了后，结果即个卖方违约啦吼，因就会当搁卖第二遍啦吼，找第二个卖方嘛吼。第二次买的即个价钱若比第一次较低，就等于有损失嘛，这损失就爱第一次的迄个卖方来补啦吼。若是讲第二次的即个卖价超过第一次第一道的卖价，安尼超过的部分是归公司所有吼，毋是互迄个第一次的即个卖方去收去吼，无遮好。即个条件大家同意也拢同意。若是讲公司佮同意啥物讲要，若是公司佮有再下来然后时啦吼，因必须以伫4个月内来处合，来再去时那期间，公司不得佮再出卖任何数量的社吼。伫即个条件之下，卖方是叫做啥？最好伊即个人吼，最好伊。伊的保证人是兰州 Z 公福哥啦吼，含迄个印地2个人，因每一个人拢专业保证。若是树木甲其他的商品呢，因也未表示需要，毋过拢答应讲会写批转去时那因的主人遐，将此事来甲因讲。此事商谈了后，因就全部拢离开了。现在已经完全明白贸易为何会停遮尔久的理由了，也知影讲伫塔坦人甲国姓爷中间的代志，还未过一个段落以前，贸易是袂当期待会改善的。阮非常希望因中间的代志会当早早结束。愿万能的上帝，互一切结果拢会带互此地甲荷兰政府和公司的繁荣富裕。下午，最近对此地派去平湖的迄只高野船转来遮，该船是伫本个月25号航离平湖。OK， 就是派去平湖只高野船吼，因转来台湾遮吼，是本个月25号航离开平湖。今仔日是伫哪个？二八。迄时快艇安尼每顿号甲斯瓦特布尔号拢也未到平湖，不过因为自从因航离此地了后，拢无恶劣的天气，因此阮确信因会平安到遐。快艇威廉号的主管来批甲阮讲，早起互因的迄寡茶甲蜡拢收着咯。又佫讲，本个月23甲24迄边透起强烈的东北风甲东北北风，毋过因也是有甲因的即个鼎吼保守着吼。阮相信讲，这嘛应该是上次迄2只船航行遐尼久的原因吼。又搁因为现在还留踮咧遮的即个船长 Cornelius Lucifer 必须转去伊的船，以便准备该船航往日本的即个代志。阮要派该船去日本吼，因此长官阁下命令伊永暗做即马已经转来遮的迄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平湖，并且早就批信去互迄边每一只船的主管，命令因爱互水手长奥克尽量较紧转来台湾。又搁若是变落船 Pelican 号已经来到遐，或者是无偌久以后到遐，
也爱派该船尽量前来台湾车，也必须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要注意天气变化啦，并且将到遐的其他的船只留踮咧遐，一直到接到阮进一步的命令。此外，阮也必须尽量较紧来，阮也必须尽快来批，是啥物意思？尽快此外，因也必须要尽量较紧来写批来啦吼，甲阮讲到遐的船只的所有的状况等等。这只高压船也再起要供应快艇斯沃特布尔号所需要150吨的茶啦吼。迄个需求呢，已经伫个上述的内批内底有写。今仔日有下个篷船对福尔摩沙规个北上的地方来到遮，有一只对德参来，在10个查甫再来80担鹿仔肉，400领鹿皮，1担鹿仔骹。有一只来自南坎，做19个查甫，再来3000领鹿皮，30担的鹿仔肉，2担鹿仔骹。有一只是对邦山来，载13个查甫，再来500领鹿皮。3队有6车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做255个查甫人，再有下日的号码72000斤的鹿仔肉。4万个575斤的咸鱼，2875斤的蚵仔，1414斤的虾仔，2900斤福尔摩沙丁，1350斤的糖水，196斤的鹿仔骹，1380斤的沙鱼油，60刀的小麦，10担盐，5担酥木，100刀油豆，5400的细油豆饼。3篮的鹿仔门吼，鹿仔门，我迄想鹿仔门毋是倒啊，是变哪？鹿皮油，为什么鹿门呢？看无。好，6篮虾仔的虾仔粉啦吼，4篮的木扎，4篮漚去的鱼吼。这应该是再来过程中后去啊啦，8担鹿仔骹，毋是呢？伊即嘛是讲嘛？伊即嘛是出航要前往西南沿海，伊载4篮后派去臭去的鱼，这是啥物意思呢？看无。8担鹿腿，20捆后去的鹿皮，那载这派去的物件要互别人。好，那个29，礼拜2。像以前遐尼热的天气，无代志。6月30，礼拜3，也是相像的天气。微风对西方吹来，因为阮已经有一段时间发现讲，有人对即个城堡的各城迄个荷兰迪亚城堡，以及顶层的城堡。对遐头槽规支啊，放伫咧大炮边啊，迄个箱仔内底的即个长刀，强偷摕啦可能是为着因家己的利益摕去卖咯。因此，今仔日打出公告，要严刑禁止即种偷摕的行为，因为这是一件会有严重后果的代志，并且悬赏悬赏应该是悬赏吧。查遮字典最近嘛开始我讲字典就是干字典词典就是大字大词典。好，字典顶头有3字下、好、闲拄则我是读现手现想啦，歹势有鼻音。好，下呢？下是
放半南下，半南下，半南下，下地。我来查一下词典吼，因为字典无解释，我嘛毋知啥物叫半南下。词典呢，即字就收下即个音，吼，古一字下，古一字下就收下个音。解释是弦卦，吼，第一个弦卦，吼。弦是弦在口里迄个弦啦吼。比如讲，日下山，就是日头挂伫山顶吼。下乌，代志下地，代志中，这第二个解释，代志中途受到阻挡，代志下地，甲伊下地，半南下。有半南下，但是无解释，咱来看下底有无。等下半南下进行来看吼。另外第二个右手，另外第二个音是弦，未解决放地吼，代志无解决放伫遐吼。比如讲，弦伫心肝头，代志弦下地，即条按。请弦地吼，弦吼，请按下，然后请小动的吼。好，弦这是弦，拄则弦相吼。我讲我读弦相，然后伊读弦，伊用本音啦吼，弦相吼，弦相金。好，转来第几只？因此呢，今仔日大叔公告，要严刑禁止这种偷摕行为，并且现象，若是有人指出这种罪犯，将会得到50荷兰元银元吼，就荷兰元啦吼，50荷兰元的赏金。今仔日下晡，伫厝地公司的庭院，伫佛罗摩萨议会议员 Frederick Goyet 吼，归伊的吼 ，Rainier Damans、Peter Van Alphen 和 Thomas Peddle 在场的情况之下，将热兰遮市镇的公称吼。按照事先通过以及做军商议的条件，公开发放10个月予出价上悬的人，吼，就是即个公称的营业啦，吼，公称的即个运作发放予出价悬的人去经营就对了，吼。现在按照即个条件，承办的白箱名叫做 Kinsha， 吼，伊的保证人是Zanju和。所以，以3600荷兰元来承办，如上述为期10个月。这个罚金的半数，该白箱必须要伫个再来8个月中旬6000，不得延迟啦吼。其余的半数将会按照通常的习惯来缴纳。今仔日有4只螃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做175个打捕，再有2万个579斤的鹿仔肉，568斤的虾仔，4300斤佛罗摩萨的藤，8250斤糖水，1220斤沙鱼油，21285斤咸鱼，466斤蚵仔，8道麻仔，10捆麻。96道油豆，13担鹿腿，13担胡椒，7担蒜头，毋是7担蒜仔啦吼，大蒜吼，蒜仔，5道小麦，2篮糯糜，哦，又搁有糯糜啊，2篮虾仔粉，8捆的牛皮
也有2只北上的航船就航往此地福尔摩沙的新港啊和邦山，这已经要到新竹啊，迄款吼。坐28个查甫，载有69稻米、350担盐、56篮乌糖、159袋的乌色的空眼布、236捆的稻罐、3700支铁的小刀啊、碎锯刀啊、249支朴刀吼、130个烤架一直拢无翻译，我看地道看落对注卡烤架讲根据某一本 VOC Glossary 啊，可能是东印度公司的一本什么出版品啦吼。讲烤架是一种粮食，但是毋知是啥物物件，太烤。犹太考证啦吼，即种食物，2捆乌色的棉花，为虾米乌色的棉花啊？554个空罐啊，51包鲜奶的薰草，3罐鲜奶的阿拉酒，10袋小麦，14袋幼布2领红色的衫，500支针，100个大的竹仔，7个红色的箱仔，甲2篮大的杯仔。也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坐26个查甫甲3个查某人，再来80斤油、300袋空眼布、3匹乌色的缎，和4匹广东丝布啦吼。来7个做6个读煞吼，7个，我是逐工拢有记吼。我摕一下水来啉。哎呀！1655年7月初1拜四，还是好天，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今仔日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33个查甫人，载有15000个75斤鹿仔肉，9900斤咸鱼，6862斤蚵仔，1800斤福尔摩沙的藤，200斤糖水，31担船，50担树木。也有一只帆船前航往淡水，载7个查甫，载有50担盐、20个铁花、50罐山酒。3队有8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249个查甫甲80个妇人人，载来下列的号码。我即满咧想讲，逐遍对西那来载遮尔侪查甫，就载遮侪人，一道载遮尔侪人来安尼吼。到底即寡人拢是来创啥？好
3队8只帆船对西南海来到这坐249个大波甲80个渔人人，再来下日的号码248担盐，271个铁蛙，56捆的粗纸，1155包西南的薰草，145罐西南的米酒，79罐山酒，600捆的稻罐，725捆的棒，10担的钉仔，300个烤架子，1担地米，1箱精米的杯仔，16篮粗大的杯仔，31担铁，2个汤帽，帽是迄种应该是磨，叫做石帽啊啦，磨面粉的迄种石帽啊，我咧摇啦吼，2个汤帽，但这是你做汤的吼。54支条啊，40支油纸线，28袋空眼布，1篮又搁200箱的面膜啊，56箱丝质的膜啊，53袋Nikon Graven 布，不知啥物布吼，第倒看着，2袋绿色的天鹅绒，7月初2拜5。早起也是相款好而且平静的天气，有一只荷兰船出现伫南方真远的所在，往这边航来。领港员 Sir Peters 奉命随去坐一只舢板落去出港吼。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号含迄只细只领港船也奉命出港去遐，但是迄只大的小船就是指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号呢。因为伫咧即个中间海水已经退吼，所以游玩留伫港内无法度来出港。暗时啊，阮看见迄只船已经来到即个南平停船的所在来停船。不过无偌久以后，上水的领港员坐迄只舢板对迄只船吼，挂号声讲，迄只船其实就是 Pelican 号啦吼。对迄只船遐带转来总督阁下批转来即个陆上，报告讲，该船因为途中经常无风，常常拢拄着无风的时阵，地到航行才会久才到位。即个领港员伫出港的时阵，测得即个港道的水深伫南平10尺，东北平12尺。上午，即个城堡船规发布以为开花，暗时落小可落雨，天气非常的即个翕吼。7月3号拜六，天气如同以前非常的热。下晡对西南方吹来凉风，透早加入船 Swartwas 号也出港，并且去到 Pelican 号的边仔。暗时啊，迄只领港船对遐载货转来港内。入港的时阵，捌伫咧即个港道来坐底约了半点钟，但是无因为安尼来造成破损吼。今仔日趁着一只西南人的篷船要出航前方边哦，阮又搁写一张批寄去互伫遐的阮的船社的主管，甲因通知讲，面对船 Pelican 号已经来到遮咯。阮将会尽力设法，互即只避雷船入港，并且尽量较紧来载落坡，载去遐交互安尼姆顿号，并且甲因讲，阮非常期待水手长 Oak 早日对遐转来遮。7月初4，礼拜日，早起领港船落货完毕，但是因为海上和即个港道影真大，只好留踮咧港内；迄只加入船也只好留踮咧港外，因此今仔日无法度进行对 Pelican 号落货的工作。中昼落一寡雨，乌阴天，微风对南方吹来，是敬拜上帝日子。
1655年7月初5礼拜一。这个港道还未平静落来。虽然如此，迄只斯沃特瓦斯号伫要挖中岛时阵，也伫港来这个处地来挖靠栈桥来落河。迄只领工船现在嘛出港去佩利根号遐，搁再来落物件。将会伫明仔载或者是后日若是有合着上帝旨意，要载来港内即只小船伫沿岸就要载好转来港内咯。对西南方吹来凉风，天气良好平静。今仔日上午，电官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和小人的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f 奉派对此地坐一只舢板去北起港。商务员 Peter Van Alphen 先生也奉派去芒港。前者就是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和小人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g 这是前者，是要去上述的这个北起港等等的来听候满岛甲小人的原住民，因为因方面今日爱早得去遐，并且命令因爱建造少数的工作。此事以前决定要踮咧遐来建造，为此由议员选择伫附近的原住民来建造。因也带领一个士兵甲2个士兵同齐去，而即个万奥芬先生就被派做代表，专程要去芒港视察迄边的碉堡的状况，看伫遐是毋是一切拢合乎规定。该碉堡甲其他地方是毋是有所欠缺，拢爱确实来调查记载，转来遮报告。落长呢，我个头壳爱困。摇一个哈。我咧补一寡细修啊，这是一种伫咧 Costco 买的一种枸杞干啦补了算煞脆，我就直补。因为我现到7月初啦，嫌讲去，嘛真长，我著咧爱困，搁读遮长咧爱困。好，7月初6拜二，微风对西方吹来，下午有微弱的凉风，但是还是真热七哥是要期待有外凉啦。真怀念，其实较早热天的时阵我住伫庄脚的时阵，若伫咧树仔骹较早迄树仔，阮厝边啊，即个有一排树，阮叫做树围阮新竹人种田的拢知影树围因为是伫风头，所以树田的头前后壁拢有一排树围去遮风啦较早呢，阮厝边啊，阮厝其实是南北向坐北往南即风位拢足好诶。但是迄厝边迄个树围是算，都往咱行南北向安尼。树围迄树仔种甲long，但是顶头迄树尾所在当然是遮黄的所在，是规个树拢是夹做伙。但是下底空，因为种long，所以下底有一个空，要安怎讲，就是有一角位啊敢若顶头的树叶有烧接下底是空的一位啦较早呢，我定定拢坐伫遐，纳凉。热天你若坐伫遐，风吹来是凉的对即个田安尼吹过来，
我也不晓得去迄方向是安怎，反正就是迄风是凉的吼。啊，较早有时啊中昼的时阵，阮就比如讲放一鼎面去个树仔骹伫遐食面安尼，啊面烧嘛，但是凉风安尼吹，足凉的吼，迄是热天啊。就是讲，迄是一个你无需要吹冷气，你只要去树仔骹吼，啊有伫遐远的所在，啊有风吹来，就是足凉的凉风啊吼。即嘛要找即种所在就困难了吼。尤其是树麻园，我即马等于连树仔骹你要找一张大树仔就较困难吼。当然树围是阁有伫的，但是树围要较早阮的树围是种迄个果叶树仔，阮叫果叶树仔，果叶吼，其实阮叫做果叶树仔啦吼。阮的腔口个难音去啊，果叶树仔吼。果叶就是较伊迄个叶会当摕来做果的时阵，住伫下底做即个果子啊。我毋知你要安怎讲，就是住伫下底做煮即个果的吼。那敢若你即嘛食啥物？啥物鸡卵糕啦吼，cheesecake 下底拢有一层纸有吼，迄就是即个功用吼。啊，果叶树仔，果叶树仔就是会当叶仔会当摕来做煮果用的吼。伊的学名叫做黄锦吼，黄锦树。我毋知书店做会对无？我查看觅。无，我查者字典看即里面读。好，我后壁摇啦吼，摇着吼，读做锦吼，伊若华语读做锦吼。即里面写咧徛木边边仔一个勤劳迄个勤的即个倒手边是一个吼，叫做读锦吼，或者是金吼。锦是树名吼。但是这后壁写啦，毋是后壁写啦，伊讲咧和我所知无共吼。早起发下晡死，通食也会当做茶，然后可能较早，然后都早起发下晡死吼。我所知影毋是即种树啦，吼，毋是即个字典所规说即种树，我知是黄锦吼，黄锦。锦黄可能是因为伊的花是黄色的吼。你若去 Google 吼，黄锦，就会当看到伊的图吼。锦含伊的花含一种花生做一模一样，我袂记另外一种食物也袂记啊。反正这是黄锦吼。叶仔差不多一个即个手掌的即个手掌心遮大安尼，有诶较大诶，差不多一个手掌遮大叶吼。所以为虾米讲会当摕来做果叶？拄好遮大嘛，一个果差不多，你若是红菇果差不多是，或者是菜包吼，迄个刺角菜包吼，嘛差不多遮大包尔吼，一包一个遮大诶吼。果叶树仔诶名是安尼来啊。但是，一般庄脚拢阮叫做果叶树啦，但实际上你若要去查来找个黄锦吼。我讲对遮就讲，就算讲我出身的迄个麻黄庄吼，你即满要去找即种树仔，就足找诶，找袂啥对啊啦吼。为虾米读讲对遮？凉风，7月初6，咱转来日志遮读吼。讲到这我就袂爱困。7月初6拜二，微风对西方吹来，下晡有微弱的凉风，但是还是真热。海上波涛非常的悠远是形影，我能照
甘你照即个空自白读啊，但是安尼读大家听无吼。海上的应费非常的大，因此今仔日还阁袂当甲霹雳根号来甲伊带入来港内，只好来听候更较好的时机。迄只领工船又阁出港要去载货。要阿玛 Frederick Skidel 先生和 Cornelis Verber 对巴西岛转来遮，这巴西岛什么所在？毋知。Peter Van Alphen 先生也对芒港转来遮，因去到巴西岛的时阵呢，无看见任何原住民。巴西岛 BATSIKAU 吼。等到牧师 Hamburg 写批去催因必须要前来。才总算伫今仔日来到遮，并且第一次下令选定要建造扫帚的适当地点是一个山轮，并且开始要准备建造该扫帚所需要的所有的事项。来到遐的原住民要求供应因做工的粮食，因此必须要伫明仔载对此地再去互因，特别是米，迄个士官和迄寡士兵拢留踮咧遐。读几部我毋知你讲啥物所在吼，因为无一个地名是有犯做汉字的啦吼，就是讲无用咱所知影的地名写，拢全部拢拼音的吼，毋知你讲啥。商务员 Van Alphen 先生呢，检查了芒港的迄个碉堡了后，将该碉堡的所有状况用书面提报予长官阁下，要点如下。驻守该碉堡的人21个人，其中包括迄个士官，备有8门大炮，拢适当来分配着作战用的即个荷叶即个炮弹啦吼。该碉堡设备欠缺，因此呢，因请求供应需用品。该碉堡看起来大部分状况拢袂歹，只有你落大雨的时阵呢，水会伫南边对窗仔门拍入来吼。迄一边的壁呢，规面含迄个拱顶吼，拢有涉水啊吼。拱顶当然是大概无即个，应该无即个用词啦。我想要查是迄个拱的。迄个喉音，强，甲仰哦，仰手，这应该我咧看感觉面色应该较早拢读过吼。仰手就是强手的意思吼，强手就是手通手吼，两手相插三插，手通或者通手吼，就是即个手腕啦，两个手腕三通咧。就是你倒手插对正手，正手插对倒手的即个手腕，手通手应该是即个意思。这个强手，接下来是强顶哈，触顶啊，强顶。讲迄边的壁甲强顶拢漏水啦吼，查阅。就是去查看该设计图了后，认为讲，若伫遐甲窗仔门安装好，就会当防止漏雨，互人搁较烦恼是讲伫迄个灵堡看到的状况。迄个灵堡的栏角因为地动，所以对顶到下吼，对顶头甲下底吼，严重来裂开啦吼。地到整个南边的城墙拢往外起吼，起离到会当伫迄个城壁甲墙仔内，会当塞物件入去吼，会当踢一支藤条吼，会当踢一支藤入去。若是伫咧另外伫迄边吼，继续发射大炮，迄面壁是有即个倒落来即个危险吼。好，来，这有一个字我来查一下吼，龟裂吼，就是龟啦吼。但是当然，我看嘛是，那龟裂台语是要安怎读？所以我查龟字吼，看有内底有无呢？无即个龟裂即种
里电无受什么皲裂吼。啊，那属电呢？必损。我知我即嘛是知即个古字伫台语敢有用来做必顺的意思？无看到。第二页嘛无，所以奇怪。来，我查一个啊，古早的文，即个书典，汉典。古即字吼，读做君，曾煮逍遥游。内底修即句叫做“上人有善为不”，当然君面那读我袂晓，守之麻之要者。宋人有善为不均守之要者，就是当然这只宋应该是建国时代吧？建国时代的宋吼，宋人吼有正后做一种药啊，不均守就袂手袂因为手焦手裂去吼，不均守伊写。当然，即个菌是迄个龟啦吼，乌龟迄个龟吼。我就是咧查即字伫古早用法，用来做迄种裂开的必顺的迄种的用法。好，所以古早就有安尼用法吼。啊，我不理解啦，为什么今年顶拢无收？我若查军字呢，军吼，军我查军字看有即个，但是我查汉字就已经无啊。好，无啦吼，我嘛毋知要安怎。就是即摆我看了，讲迄个灵宝的南角，因为地动对顶头甲下底吼严重来皲裂吼，我就无法度用即个皲来翻吼。好来，咱继续看咧吼，讲即个必顺啦吼，即个离开的即个空棚吼。即个壁顶的即个空棚是无可能确实来修理好啊吼。不过若是用铁钩啊，甲来即面壁甲迄寡木梁吼来交调的吼。挂号写讲，即寡木梁必须伫即个城堡的灵堡的中间轻轻来拍起啊到地呢吼，就是拍即个桩啦吼，起啊拍到地呢吼，抑阁有可能来温调咧吼，可能阁有法度会知啦吼。就像派主伫遐水手长所讲的吼，北边迄面壁也因为烦恼会落落来吼，烦恼讲伊会倒落吼，所以安尼甲交调咧吼。自从迄时了后，就较知啊吼，就袂讲直起去。又搁即个灵宝的东边吼，伫迄道壁呢。即个顶头迄壁东边迄个壁所摄的迄个物件已经落去啊吼，摄就是塞填塞吼，叫做摄。我来查一下摄字，看书顶的摄 ，SIAP。第四声，摄
摄有3字吼，第一个是上摄就袂粒，就是这四十的吼。第二个是，比如讲起吼，先还未摄的摄嘛吼，初摄这种摄。第三个就是我即马讲的这个填塞吼，就是摄物件来填塞物件吼，或者写一个贴物件来固定器物，或者是第二字气空气徛吼，徛空气徛的所在，或者是空芳来踢物件、碎物件吼，伊写碎吼，碎物件，阮读碎。好，或者是第三个讲偷掖赠送物件，讲摄红包吼，摄一寡现金吼，甲乌西安尼吼，这就是好，这就是摄吼。第三个意思，其中这个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伫遮用着遐摄塞。我若印象中最近一出台语电视剧是啥？叫做什么摄的人？我袂记啊。夹缝的人哟，但是敢若我听读因拢讲什么摄哟，我袂记啊。摄芳吼。好来，继续读即个日志。我看下时间，喂，32分啊！我结果即篇伤长，我读袂了。好来，我来个读即段读个了吼。讲伫迄个灵宝当兵吼，内底摄的物件已经落去啊吼，滴到迄面壁吼，规个拢摄水。若是清理一个吼，迄寡落去的迄寡物件吼。落去的迄寡摄入去的物件吼，用好的照好，或者是水泥重新甲吞起来吼，安尼就可能会当维持伊正在吼。好啦，咱来这读到一半尔吼，明仔载哦，明仔载拜五呢。后来我甲读到了好啦，无这当一礼拜我都袂记吼。搁剩2段我来读了吼。伫即个碉堡或者是灵堡内面的任何的所在，Van Alphen 拢找袂到会当藏要遵照指示要杜仲合腰的一个红光之类的所在吼。但是颠倒柄是伫个迄个会当爬的即个。土库爬行地窖，就是会当爬入去迄个土库的大细，抑个会当做两站真用，会当适用的即种藏物件架啊吼。上下面的悬度会当伫咧地上吼藏差不多1尺悬吼，或者是较悬一撮来物件。而顶头会当藏。平常的巴达米亚的阿拉酒的酒罐，抑个会当，佫会当甲即个酒罐的盖，佫有法度通甲拍开吼。伫咧需要的时阵呢，炮手长也会当伫咧遐来藏1000磅的荷药，而且呢，若是甲荷药装伫咧适当的管仔内底，莫装伫咧桶仔内底，藏踮咧遐也免烦恼讲会澹去。伫咧迄个碉堡头前吼。顶面的走廊吼，就是会当行即个走廊，以及通往顶面的即个楼梯，需要来修建。即个楼梯的地基已经完全被鸟刺来弄歹去，滴到迄遐土地规个落去。厨房顶面的即个料理台吼，遐若是一落雨就随入水，也应该重新来修建吼。迄寡发射8磅炮弹的大炮，即种大炮伫迄个碉堡插有4门，对迄个所在来讲伤重吼。而且因为若发射一门即种大炮，都需要派驻迄遐一半以上的士兵来清理，准备要重新来发射。除了迄个灵堡以外，袂当阁继续采遮尔重的大炮，因此呢，只干那需要采一门即种大炮，都爱用来防卫迄遐的公道吼。其余的应该爱调换发射3磅的炮就好啊。
莫伤重就对啦。迄个碉堡的外面山已经伫咧真活迄个堡两边的所在贴甲真悬特别是伫咧南边迄个所在，已经贴甲差不多要含城堡共悬边悬咯根据迄个史官讲，山会贴甲遮尔悬，是因为顶一个北方季节的时阵，因为迄寡山因为迄寡上果松果啦我毋知松果变怎读，就是上果迄寡山就因为迄寡上果来积起来迄寡上果树现在大部分拢待伫咧山下面，因此现在命令即个士官，山是毋是因为上果，应该是因为上果树来积起来因此，现在命令即个士官讲，一旦即寡山又搁开始吹散的时阵，就爱随甲迄寡上果树甲扑掉，也爱甲碉堡附近的上果树同时来甲扑掉伫咧迄个灵堡正头前的一个海岸，看到土地有愈来愈被水冲蚀的情形。即一摆大阴水涨到距离灵堡上外面的壁，敢若7步的所在。不过，即个海岸虽然海水一涨都会被水来淹掉，但是因为即个海岸相当的平因此呢，即顶上述的迄个Van Alphen认为讲，遐抑阁不知会发生什么危险伊要离开遐的时阵，抑阁命令遐的士官爱互伊所有的士兵拢互相团结合作，随时谨慎防卫。若是有危险的状况，必须要随禀报长官阁下等等。以上是Peter Van Alphen先生关系着王港情势详细报告伫王港的一个城堡啦迄城堡已经安尼。已经是真空遐芳了，对吼。下底注脚是咧写啥物叫做红光红光啦讲即种红色的光有一寡门光孔装水会小流啊出汗互光年的水保持清凉。即种红光会称作马塔曼原文有写红光马塔曼。原文马塔曼是对即个 Burma 缅甸的仰光叫做 Rangoon 缅甸仰光地区的一个地名叫做马塔曼来的即种红光伫咧亚洲内陆航行的船里也会当用来放即个要啉的水拢放伫即个红光顶头，红光内底啦。好。各位参考这7月初6的日子较长啦因为报告迄个望港的即个碉堡情况，写到落长其实无讲较清楚，到底是咧讲啥？反正就是遮空遐芳就对了炮袂使放成重，无就壁规倒去安尼好，加读10分钟啦今仔日7月初6拜二读到遮，咱后礼拜再搁继续来读即个礼拜日。咱相款再来读出诗线我来看一下笔记。感谢马文甲珊妮拢留遮侪笔记交易是生意诚好，交易是做生意荷麻荷麻有即种名我毋知呢，我今仔再地道看我较早知是叫黄锦啦黄锦好，馒头粿馒头粿，歹势毋是馒头啦馒头。较早阮母伊会做馒头嘛是用这个果叶或者是菜包迄个果叶，必顺咸水馒头粿果叶读细阮讲细读细涩拢共款意思啦
颠倒是即个受甲受，我毋捌安尼讲哦，毋捌听人安尼讲。好 ，OK， 笔记读煞好，感谢各位来。等下我先看一下各位即个。台湾拿笑真欢迎你，我最近定看到你，真欢迎。好，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了吼。